错风啊，心爱的眼睛，伊给你留起条街。天天加油不去铁架，感受都市各种的存在。上帝的几行茶，最暖满意。脱下披衫的西来爱去来比，迄昨晚风势高涨海黑伊，敢拥有了爱情。红灯前停下了脚步，停下偏你路路。用下等等抢等走戏，咱哋大家一样心情，路人甲伊行不同的路，伊卷世学生狠狠听念书，摕奖牌下看无阳光的伊，爱依旧的天台。嘿，我爱一杯饮生你，我走上不你，让我思念色了满心，转眼不擦眼你，不用爱心事，告诉娘不知，用最自然的梦色。皮塔，我想你嘛。林峰姐啊，你讲过话，我有冇唔记得哦？我出去晚茶吼，硬是就让我们请到一个马啥？文兵啊！你看我几有心嘞，请个文兵吼，然后组长做后团。还能文表也好，讲义气，堂堂都谈书，冇像有的人吼，千头万头吼，所以唔肯答应啦。哇，林峰姐啊，莫用讲啦。唔是讲的啦。好嘛？我老娘子去泰国做客哦。系啊，佢做唔得去做外去啊。而且，这案也唔会强哦。泰国嘅唔会像一个台湾做啲凊彩酒呢。嘅，冇人会叫伊吼。啊？当讲去做客哦。唔系打工，系顺沙，好冇？乜嘅係純耍做戲啊？哦，啊冇啦，杭州的去配地方了啊，顺沙去旅行啦。好啊，我當上出國去了呢。哇，去了啊！要睇好命哦。我當上出國去了啊，又冇去過。唉，给勇士结婚哦。唔係以有錢度蜜月懂冇？未曉有錢又冇時間去。做係講呢，佢唔過吼，底下去睇了吼東風片呢，飛機票咩唔會多錢啊，然後就係拿水搶下去啦，出准去度蜜月啦。度蜜月哦，談起了以後，唔講。講乜解啊？度蜜月和披嘅作業乖乖呢。度蜜月哦，係歡歡喜喜，還去作業。嘅物解就唔識搞咧啊！哎，算了。嘅，你哋有員工旅行冇？冇哈，佢出去辦員工旅行啊，去泰國了嘛。員工旅遊做後一起完成，準的咯。就想到懂好哈。人生總會有希望嘛。美華姐，頭開哪邊做後啊？我自從喺公司出去杭州附近啊。杭州。球迷58性感的啦，杭州吼係台灣上嘅蔬菜哦。錯啊，佢片內還有西湖啊，都有名嘅哦。像西湖就做得搞幾啊年呢。錯啊，蘇公堤、蘇堤村小最有名，聽說是蘇東坡建的，還有靈隱寺，靈隱寺可以去看濟公以前修行的地方。還有雷峰塔，大
史传的故事哦，动感通灵哦。还有三潭音乐，超垃圾有没有啊？我们三周被捆呀，好浪漫哦！你就用要伫暗图啊？哦，亲无去飞开啊，所以是一起养旅游杂志，我拢要批啊。我喊弟哦，希腊啊、意大利跟东后寮的地方哦，条干妞，你会弹无？不是啦，我还会背月球的哦，会唐某哈，这个吴刚伐桂树，我去看某啊。哎呦，条干妞，内底吼真紧东秀去了啦。嘿啊，明暗吼又暗强，出国了就会宣扬国威啦。哦，另外一个年底吼又吉祥哎。嘿啊，不是想嘞，哎，来一个靠你啦。哎，明芳姐，是在很热心哦，俩联系太热吼，太家吼死会富雄哦。哎呀，应该的啦，无安样讲。俩拜吼有东东要去呢，还有马啥会去啊？小妹、水姨、飞鸟都跟我去啊。哇，很多年哦。哇，明芳姐，你正经动有个影响力呢，一下以后就本钱都很多年了。小妹吼，伊都是忙出个鬼哦，俩拜吼那伟业奶奶人哦，都是接了好麻烦，顾头顾米。啊，冇问题啦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诶，出来吼，为伫个出发前吼，开一个说明会冇哈，那种事情吼，我还有经验啦。有经验？错啊，那种事情吼，我都参加过吼，2、3次拜了呢。原来那种事你还有经验哦。我唔敢按样讲啦，我喊得好，喊得好哈。不过呢，我系做地老人家讲呢，为准备嘛个东西哦，还有啊，我做地老人家安排呢，为去奈了哦，还有为注意嘛个事情啦，还有买东西的时间，为用完迟嘞，咱唔会本影片啦。呀，这在很热心哦，然后老孩子什么？娘子，对啊，还有我爸、我妹、我闺房也做什么？哎呦，唔是按样讲啊，你吼上家下屋，富雄嘿。有人带我过去吼，我做唔是少啊。啊，应该。哎，明芳姐啊，你有想过为请较多条人向下去冇？做对啦，他多年去吼，太家空调型吼，团结力量大。错，就是团结力量大。啊，明芳姐，做嚟发挥一下你嘅惊人的影响力，让我听书问一下，晓得为什么？好啦，我带他出去，那有问题呢？好，什么你？当然什么？哦。哎，坐开，不，哎，很变啊！坐开，呀，盲抢，呀，蒙古抽人的相片哦，盲抢。皮特，你在做嘛该？唔係啦，然後一下談看下咧睇自家嘅意見啊。雖然吼你拜係比起人加油，有啲人想去蒙古，啊有啲人吼想食品，還有人吼想去撐船呢。啊，去蒙古撐船？哎呦，肯硬都望唔出嚟啦，唔放眼，未放棄啦。所以了一斗年哦。哦，幾多啥？熊妹叫做三傻，嘿還有文餅啊，小樂還有假爸爸。哦，按多年啊。大家都按熱心啦，哪有搶有斗年吼？好啦，面網子啊，冇怪用樣嚟做得嘛。兩個。哦，嗰時候小樂做得強下去，哇，那就挑戰啦！錯啦，那種行動吼，向下做吼，係啟動去培養感情的啦。喏，可以好好表現哦。行通？行通啊，行通啊，咁啊，行通強下行通啦，行通，行通。假使吼，小德搞落來吼，迄都13年吼，就還要容易做到啊。做到，喂，做嘛該？做到了，美好的回憶。
老小乐美好的回忆哦。好啦，咱现在要点度吼来研究看下咧。真嘅，系啊，冇去找个讨论咩？了吼，大家都按相信唔错嘛，研究吼，等我转来啦，大家报告。唔系啦，研究好到永远讲哈。민봉下禮拜嘅菜單啊，我擺這個拿過來幫你看啦，還是你賺咯？哎，阿蘭自己等下啦。還有乜事情啊？當初係忙出國過吼。係啦，我就唔敢坐飛機咩？哎用講吼，其實吼坐飛機吼比坐火車還要安全呢。係啲啦，我就唔敢坐啦。哎呦，我迄希望大家支持啦。我迄本來自從啲吼，歡迎家貨車吼，技術抵死嘅啦。係喲，民芳啊，這度啊唔好用新泡泡嘅經常去總電器啦。跟人家自人家自從嘅事情，你都莫執較嚴啦。自從吼拍迄本狐狸精味道啦，我喺老人扭轉來，看見係感冒啦。民芳，聽人講啦，你有多驚人，咁你有多驚死。佢出咗原本低咗啦，佢心都偏人嘅，咁有用。唉，好啦，我先轉你啦，啊。文炳，嘅行程入尾做啲個解隻紅竹嘛。紅竹係啊，做唔得啦，排唔入來啦，用袂一順路啊。順那一條路啦。嘅紅竹就同 NLV 留嘅蒙古洞一順路啊。點睇嚟係冇嚇？按容易會多加一陣，比用幾個錢呢？還有啊，有按多嘅次行茶會員都冇封片呢，嘅收費加一多啲冇。哦，唔過嘅面黃子，佢堅持愛去紅竹，用你啦，佢堅持愛去紅竹，佢堅持愛去看家嘅初戀情人。初戀情人。林芳姐，佢嘅初戀情人係紅竹。那件事哦，但請老唔講，我老偏唔講哦。看唔出來，嘅民芳姐愛有情哈。佢嘅初戀情人應該係40年前嘅事情啦哈。哦，是哦。哦，很大雁我去看佢，證明。講啊，用誒。我知啦。啊。親密去咧。哦，躺起來，迄本人同情啊吼。好啦，我想辦法哈。迄筆記用唔完啦。好，唔怕。我來上。文彪，嘅面黃子，嘅心眼，就拜託唔咧。好啦，我唔會本記是夢嘅啦。哦，唔是笑。俺是誰？俺是誰啊？這是真的。慢行。安說你有用滿冇啊？冇啊。你來，啊？安尼做，小樂記點嘛？記啲乜嘅？喲，去蒙古啊，
挨会去蒙古比赛，大家都会来加油啊！你骂人暗汉啊？哟，嘅民芳子、阿雄姨，还有嘅瑞英、慧玉都会抢下来啊！啊？嗯，看嘛个。阿文彪，那用时变都年年暗好，我用唔到。哎呀，你说大家穷下出去了嘛，联络一下感情，没以后咩？哎，还有啊，也系挨 T 拜带团咯，挨当跳都唔低。当跳啊！所有老运动有关的，我小乐总下冇兴趣啊。这挨坚持，冇兴趣，冇相关，你做得老挨加油啊！哎呦，加油！三出来唔差咧，还能加油？按用讲法喏，民芳姐有老爱讲呢，讲小乐对考虑啊，佢讲好会老人参详咩？参详。孙琪呢？小乐有兴趣去蒙古。哦，呀哈，唔单枪去蒙古啦，还会去红族啦。啊？顺路。哦，顺路去杭州啊？去顺哪条路啊？特殊考量。哦，杭州，蒙古，杭州。哦，佢就會順路經過北京了。都杭州去蒙古咧，Navy 都顺路啊。當好。安嘢數。喂，挨解嘅北京吧？冇錯啦，人家後生人真係識得呢，比挨呢。做唔得，說唔得啦。好啊。迄講人家行上地都要解嘅北京啊，我轉移咗啦，小樂講很脾氣啊。有冇啊？杭州、北京、蒙古，小樂。樂樂。爸，来人讲哦，民芳阿姐讲去杭州呢。係啊，我有聽人講啊。樂樂啊，我知道哈，應該聽我去。爸，冇想到俺有正義感呢。正義感。錯啊，我當披風咯。披風啊，樂樂啊，你多緊張點呀，爸爸當到有啲啊。哎，冇嘢啊，爸是啷講啊，上下唔要出去流流行啊。我本嘢管到你緊張地度啊，確定嚟充滿個仔女樣啊，還有。爸，要俺人講挨妹咯，也緊張，係挨命呢。嘿啦，廿命。冇，我看一下杭州有買好料嘅。好啊，看一下呀。哎，樂樂啊。也轉去啊！吼，順手就把個中醫證書拿轉來哈。唔講要買嘅種哦。我講我快糖咩？乜得買啊？本大就係啊，我看哦是想拿嘅種騙你啦。唔會啦，爸是要交學費呢。哎，做嚟轉做書記樣啊，做經驗嘅，係冇？好啦喲。買難聽拿啦。哎，等一下。啊？爸。啊？唔係哦，唔記種證書，唔係退北京嘅，我要拿。人哋會見過北京啊？我哋會提嘅個。哎呦，反正啊，人哋話會提嘅杭州啊去蒙古，係嘛？喺北京都地同行啊。還有蒙古哦，去按到蔬菜。唔邊講會見過嘅啊？民芳阿姐冇講去蒙古啊，杭州、蒙古、北京，
俺有安排当乖呢。你妈妈重要啦。这个基本上说了哈。快一点，当了。红烛、背景、蘑菇。叫什么叫？三更半夜不睡觉在干什么？你才三更半夜不睡觉，跑到我店里来干什么嘞？这是我在排行程呐。排什么程？你都没有在 update 呢。我要到蒙古参加单车比赛，全村的人都要到蒙古去帮我加油呢。但是我跟你说哦，我们这趟旅程呢，因为某一些不可抗拒的因素，我们要先去杭州，然后经过北京才去内蒙。哇，这样的行程真的非常难排，因为不管怎么算，那个机票钱都很贵。你们要去蒙古参加单车比赛？文炳，我建议你主办一个脚踏车的远征计划，完成杭州到蒙古的创举。而且你看，杭州到蒙古的中间还会经过北京。这样听起来是可以省很多机票钱啦，不过也太累了吧？你的目的不就是要拿冠军吗？你就把这当做是个赛前暖身，而且这样大家还可以运动。如果累了，就休息一下，骑个10天半个月的，一边看风景一边骑单车，这样多好啊！是还不错啦。重点是，如果途中有女生累了，特别是小乐，你就可以趁这个机会踩踏，拉近彼此间的距离，增加互相了解的机会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小乐，你累了吗？就是这个意思。走，走。阿兰姨，做安样？我去泡去啊！唔係啦，我今日哦，為來老太家說明嘅太溜嘅行程啦。太溜？哦，阿明房嘅事情係嘛？錯。到了，就係杭州、北京、蒙古嘅單車遠征之旅。蒙古單車遠征之旅。姑叔，你怎麼做安樣啊？嘿，因為啊，為咗加強大家嘅心情啊，姑嫂啊，我將去做個蒙古嘅神父啊，因為下擺吼係文化程度、老運動精神嘅行程。喲，嗱我咩忙啦？佢請我去作後天，做咩都按復差嘛？啊，作後？係啊，唔對啊。阿蘭姐，我想我吼，係唔咩唔錯啦。下擺吼，大家會去蒙古，然後係鄉下去堅持行茶，又會作後呢。哎呀，阿本咩都跳那分分呢？其實你冇下，等下唔請他談婚清楚。查动动资料啊，然後我買東西大夯就下去了哎。他上吊的呐，莫去哪都買。難得咯。大家，我有問題吼，想去問一下掉啦。哇，
你穿就规划好了啊？哦，错，嘿，我吼虽然动摇嘅经验啦，不过吼，我特别宽松一摆哦。故说啊，我抽腰都没水，张老爷的资料啊写出来嘅，你就会看一下冇啊？唔算样啊啦，很加油吼，会用去快乐啦，很动去拉比，会用去去拉比。哦。哎有 shopping 的行程冇？哦，我嘅计划地图吼，係有嘅自由发通嘅时间啊，不过吼，外地只有发通哦，做 shopping 的时间啊。啊，你冇事情咧，还有其他嘛要说明嘅冇啊？有，一下我嘅跳拿地图吼，有一个问号。问号，你讲清楚就的啦。吼，其实唔单枪问号，还有一个惊叹号。哎呦，都带马该死。就是刘亚伯李行嘅母亲，係马街啊。好啦，我常想要去 shopping 买一下东西啦。你有没有安定咁嘅想法哦？哎呦，那就老唔讲啊，电影强哦，还唔信哦，假片哦，卖假嘅死动刀啊！唔系哦，一攞去买到黑心货，哎呦，就死鬼诶！哦，错啦，阮朋友经验拢讲电影强啊。唔係，我唔係意思啦，我係講哦，一擺，你唔係嘅，老愛叫我去檢查咩？哎，检查啊！你一擺唔係喂老愛叫我去蒙古參加嘅檢查嘅比賽啊！演起嚟，我哋可以參加嗰種比賽啊！也係嘅，多麼好嘅運動哦！紅族北京蒙古單車之旅哦。走！替紅族見到北京，將地北京見到蒙古。文炳啊，机票你听唔到嘿？这片应该有巴士啊，用我检查查。错啊！头摆虽然我体力冇蛮好，青毛我慢慢地太严的啦。真暗演，骨节哦都三枪枪嘞。好，那就莫爱再个替蒙古监督监准去红族。哎。我哋冇去兼职行茶，我哋去 shopping 啊！我係買養生褲，錯，先生去執口。哎，一下到底用嘅啊嚇，用嘅大家全部都講埋嘅作後嘅嚇，唔用係會老人叫我兼職行茶咩？喂，蒙古必須啊！嚇，用嘅難道唔見到你？รู้ตัว啊？用嘅，冇問題哈。哦，愛迪咧。你個初戀情人，無保平係冇？我唔知啦，我當久冇聯絡佢嘅，人哋唔知佢喺邊呢？騙你！佢明明就係紅族。紅族？你喺老娘自己作頭，你可以去尋初戀情人哦。那係緣，沒辦法，即係圖案因開做電燈泡怎麼解？即係佢老愛去做後啊，那位啲見咩吹紅族？等一下，嗰時我哋行業一陣到底係做乜嘅啊？文炳要去參加自行車比賽，明峰阿姊要去做後，嗰時我哋去了，我老娘把兩針符。阿明發下即係同佢簽初戀情人。冇啦，假使有賭到嘅話，我會俾佢飛啦。又會係用到。文炳以為規劃呢，你冇想到誒，其中還想到誒。連得嘞，
房子监视红茶监督去蒙古去啊，莫要听伊去啊，啊？爸，门边动有心，迄批都咩杀记啦，记就按吹歌咧，就莫再去讲你咧。吹歌，莫用吹歌啊，我亲吹歌呢，今日啊唔见那样子，将来都叫做书记。你有冇喊人寄过来啊？上司麻烦。寄过来啊？无啊，落袋接接洗服个啊，洗爽洗下，你个新的寄过来，我认唔使因来了，寄过来。唔计好个，我都嘛计啊。在北京那边啊，来让情况啊。就个迄个北京的老胡同地拄个嘛个太了，哎呦，又无处置，快亲啦。冇处置，哎，嘛计好个按期。我记唔单将迄一件福教厅啊，记安尼一间公司，哎。公司？买公司啊？买嘛计啊？你买假文凭的公司哈？爸，按后门后上，冇对几点就起啊！王爷，王爷。门边呀哈，一听懂甘苦。无见按上来，无啦，无啦。无上来哦。有啦，我还有事啊。妈，这事情到底怎样来做？喊他重要啊？我卡暗掉让我分享啦。哦。卡唔掉呀？没好。皮兰啊。啊。我老唔讲哦。天公大作好爱做生意。做得听好不？好了，我还有事，生意冇行了。你去哪啦？哎，卡做条会转来啊！Peter 有看我俩啊？Peter 做嘛啊？我知道唔讲哦，老 Peter 看你来吼，脸就大。你，晚上不用了解你的重要听，做嘛的 Fox 餐厅啊？那一点怂啊！你主讲。Peter，小乐，黑死人哦，做嘛啦？我老文变费斯里诶。单枪就我飞，哪有费斯里安阳冲啊？唔知你俩正经太讲。好啦，低咧啦。文变冇吹啊？吹啊！几个人说明费开退咧，最后去甲关到点地度，那就免唔知要用飞机啊。全就很唔好啦，莫怪这是卡很疲软死。哎呦，伊啊也冇用的啦，过几年了就好了啦。Peter， 咩生意还叫人用？咖啡有吐啊！唔但想动吐，这吐心啊比巴拉松还较巧。10、9、8，真的假呀？我忙结婚忙吐不用呢。3、2、1。
out。没事啊。你在耍我啊？怎么样？被耍的感觉怎么样啊？哦，你们还在讲那个明芳姐跟文炳那件事哦？别提啦，没哪讲啊。人家文斌啊，伊看重家个秘书呢，我按用咩生意啊？吼。老梁用啥雕腔啊？文炳去泰溜，明芳姐要去泰溜，用要唔错了。一个去蒙古，一个去杭州，相差108000里呢，你是怎么凑的啊？对啊，你以为是新竹跟苗栗啊？妹妹，周师母见过台南，白目，太吃屎爱耍贱。哦，难道都是我的错吗？不然嘞，不是你的错，会是我的错吗？你们也知道文炳很认真准备这次比赛，你们还不是把它当笑话来讲？那是我们跟他的乐趣。好，你们取笑他、捉弄他就是乐趣，我嘞，我就是二子耍剑。我这样跟你们那样有什么不一样啊？你们谁有尊重过他啦？好，我错了，但是我告诉你们，今天是我倒霉，开玩笑粗暴，然后你们没有，这就是我和你们的差别。呀，哼！讲到个阿文炳，你啊平常是谁有那几关系？哼，像连马伊啊应该样啊，要冇想讲你会欠我。我想到我平常是对佢恶呢。对佢恶，那我一回事啊，跟人家中意，就算佢欠，佢也冇原谅啊，系嘛？唔过，总唔得因为你爱我，就吃到人家原谅，系应该啊。我们知道我心意烦呢。咁我你阿妹起来啊，你系后生人啊，还真的对待佢一好。系啊，冇看过佢欠过呢。到了下就冇看到佢开店，咩冇通到佢眼前嘅上呢。哦，哎呦。有人在吗？我们要租车。有人在吗？算了，我们走，好像没有人。其实我一腔油讲嘛该快糖嘅，系嘛？唔讲佢点睇？主接手，走势。好心老人讲，还不唔吗？所以我不要讲你又卡长条的嘛。快赶紧走，快快！我冇错得噶，我冇停图。哇，应该前年去安慰佢一下。我哦，去张友好啊。哦，好啦。文炳，文炳，文炳。小乐，按做起啊！我
我是主任呢。哦，是报吗？文炳，大家对运动歹势，假使唔通要请你去比赛，我唔会老来叫下去咩？我做地人唔天数啦，我又唔会器材的。这种唔是啦，其实我客厅咧，我无想要走过去比赛咧。我就本什么嘞？唔系啦，迄我初比吼，发现我嘅比赛资金吼，已经唔拉我按容易比来比去的啦。欠你多钱？我做得假呢？唔是啦，唔系钱嘅问题啦。假又买关系，还会帮我啊？真嘅唔是啦，反正吼我隔天咧，我无会走过去比赛咧，你唔是老我小安度啦。哎，文炳，还贴钱嘿？我无对欠，我喺自家都艰苦啦，我哋大家都好小人我都冇相关。不过大家看望我千冲刺嘅比赛，也就系正经帮我艰苦嘅比赛啦。我隔天咧，我会离开，我会行到一个远远嘅所在。我會行到一個無人知嘅所在，我會去到海上，退出江湖，從此唔見任何人。文炳，你有冇喺個假位，哪會關啊？我係每本自家關係啊！我已經想好咧，一出門就弄定佢圓圓嘅沙蛋糕，海水打過來，海風天天嘅吹過來，一條長堤看過去，全就係拍拍嘅沙誒。拍拍嘅沙誒，台灣拍冇。啊？哦，其實有啦，不過吼都 BOT 出去咧，也喊入去吼都會錢咧。唔要講冇錢。錯，姑嫂，我今天咧，我會去泰國嘅巴厘島。文炳，我堅持，我今天嘅就唔會改，就像我中意嘅人，你唔會改。唔過巴厘島，我哋巴厘島同意，你唔判定我？唔係啦。啊？巴厘島推印尼，唔係泰國。正經，巴厘島推印尼唔係泰國。係印尼。哎呀，我唔管啦，反正吼機票又有太啦，我也擺過去，我就冇去找過轉來嘅。小樂，我會寄明信片俾你嘅，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。小樂，珍重再見。巴厘島，佢講佢結聽咧。安尼，我哋做去巴厘島尋佢啊！佢感動哦，佢就會轉來啦。有理耶！喬威，所以演員講旅遊學過去巴厘島哦，阮邊講吼，你買機票真便宜哦，會較緊呢。來唱驗政府哦，老葉尾哦，改名按到巴厘島去結。哎呀！錯啊！老爺哦，變做巴厘島，安尼哦，文炳做唔是這位啊？學娘這邊啊，請人聯署改名陳情書，甲倆變海變沙灘，安尼哦。哎呦！
这文标希望按样啊，然后去变做真的，安尼就当做菲斯里嘅礼物送去。从条哦，我们文标知道我哋动有诚意，而文标嘅身体吼，佢听做喜欢员呢。哦，体下边每一个沙滩，给那想办法让那个气候变暖，海水上升，海山哦就做得有沙滩呢。那感觉吼，袂使请阳光嘞。你知道做得嘞？文标哦，希望一出门就看到沙滩。你睇，人哋要不要游啊？安尼应该唔懂难吧？唔对，吃到唔会难哦。好，跟我来夫妻。做咩阿姨？乜样做啊？替补本西做，小乐家下去探到凤山，一下轮到唔到，一时哦就搞本两啥，完全不接。外人。发呀啦！我娘进入巴厘岛的沙滩啊。我哋去买啥的普京奶？规条街呢，外面叫太茶，海水同娘进入啊。司机吼有水族馆，有卖海水。海水诶，到咧哪里啊？我上看哦，我上看哦。我吃到有个 feel 就好了啦。嘿。体重机到咧零下下，两黑沙滩。后边还有刮胡啦，记录下巴厘岛。这个做按钮，做按钮。是的嘞。用啥长到上看啊啦？做得用创意来解决啦，无听错的事情去买个啥个水的啊？灵感。听我改灵感。唔怕，我哋去啉咖啡。好，无啉咖都啉咖啡。我看嗰啲报章杂志注写，嗰条作家哦，唔咩闲闲无事做啉咖啡，安尼无听从，这会有灵感啊！好，小乐，他空才可以嘛？唔是的啦，我还有事情，我先走了哦。哦，拜拜。我心脏跳就紧的呢，快跳呐，懵懵诶。还上车嘛？啊？上乜嘅啊？那个发呆哦。我在发呆啊！我在放空啊！哦，迄已经就空了，搁放乜嘅呀？黑小陈啊，唔咩啦，淑慧怎了？淑慧上班摸鱼哦？哪有啊？我刚刚跟陈医师跑了3个村子，跑到刚刚才休息啦。哦，错啦。哦，这些都是你们喝的啊？嘿呀！你们什么时候喝咖啡喝的比我还要凶啊？我们在找灵感啦。灵感？什么灵感啊？我们要跟文炳道歉啊，想说弄一个海滩给他。海滩，或是沙滩的感觉。吓死我了！弄个海滩哦，太难；弄个沙滩哦，感觉还比较简单。简单？很难想哎。我们2个想的方法哦，不是太难，就是太蠢。我猜啦，你想的太难，瑞英想的太蠢，对不对？你好厉害哦！哎，可以讲海水看哦。
下慢慢瞧，弄沙滩是不是？嘿啊嘿啊，什么时候要？越快越好。你们在做什么？我们要帮文炳弄海滩的感觉，是巴厘岛的海滩。你要不要跟我们看啊？咦，很爱那个乡下出街啦。出街？以后啊，出去撩呢。没去高啦，是移民。暗树，你在看什么？出大事哎！大事？你要偷吃东西哦？来，两台高起，漫游人草两沙三沙五沙，来去天马。看都是你无的风景，意外无笑一道，对面嘅三分一，总袂叫你热手打招呼。都是你无的风景，意外无笑一道，对面嘅三分一，总袂叫你热手打招呼。对面嘅三分一。